7月风台致使台南各项农作物受到影响，其中6家买花蚵平均损失大约3成，而且气候较大也是无稳定，严重影响到种作。未少花农规起扩大太活体质较歹的老丛。高温佮兼多雨吼，拢足够毛病。嘿，长拢足好死。阮即马就是阮即马佮扣掉顶前的种苗吼，阮正常阮是种落到开花爱有1冬，所以阮就是差不多那1/3，阮原底就拢有规划伫换新的动作，吼，阮拢有计划性的耕厝换新，只是阮甲提早几个月，所以讲影响是有。今年算是受到冲击上大的一冬。也毋过一冬后的新花，毋但会当摘来更加好的收益，也会当保障6家买花蚵的品质。尤其这几冬，台湾的买花蚵受到国际市场欢迎，每冬平均外销到700万只，其中台南市就占6成。那这几年来呢，黄伟哲市长呢也非常的积极的在国际行销的这个部分呢，超前的部署，积极的布局哦。那所以呢，目前也成功的开拓了澳洲的一个国际市场。那所以呢，在澳洲呢，只要看到薄荷花有97% 都是来自于台南。根据了解，7月到8月是买花蚵销量上济的时阵。不过风台摘来的烟蒂成灾害，互产量减少。也毋过花农也是克服困难，互订单会当顺利出货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